平台就是参考平台新的朋友，可以在大家海可以收看新赛的我们平台精品。乡里必是东风凉，河后阴月青云上。河农天来歌一曲，来了音声别有腔。那么今天呢，也播出的是2017高寿云河首唱。曹玉良、侯家文、周三宝、王飞燕、陈峰、小英、还有小雷、王梦怡、杨仁等中青年演员，将带你带来精彩纷呈的节目。担当一趟主持的是苏州平台头的青年演员叫单晴。那么值得一提的是，辣去年10月17日，以九仙子残血冠希班，这个是一趟生命的经历。跟回过来，你再来看这个演出呢，单晴呢担任主持，呢也是正常演出的经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首先大家欣赏2017高寿云河苏州平台头中青年演员风采齐来奏演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苏州平台头高寿云河今朝也正式上演着，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你青年演员的关心爱护。那么，这档节目的主题呢是苏州平台头名家名段受人赞赏。那么，今朝第一只节目是一只开篇，不怕难。我相信大家都晓得，这只开篇啦是用李荣康的来演唱的。那么今朝来为你演唱这位演员呢，来听众侪是非常的欢喜你。而且你平常辰光是不唱李荣康的，唱的是张烈。这个张烈呢，今得带着大家的认可。那么刚才见面，大家肯定已经晓得你是啥人子。对，就是这个青年演员曹玉良。这段辰光啊，曹玉良经过这个蓝队长金立生老师的精心指导，哎呀，天天练，日日练。那么今朝你说你不唱张烈，一天最像李荣康的，所以接下来你大家谁来听一听？掌声有请曹玉良伴奏张明。
呢，关于窗内关，在主了上了日呢，纸上从日呢，大口你不怕呢，公的头不完呢。一部三线，大家家喻户晓。徐云之来先生开场的序列，还深受观众朋友们的欢喜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有请顺风霞音为你带来一段三线三日王，掌声有请。大伯哥马生性相夫，想要他的这个名字叫华安，现在努力升为博读，关在里了希望这两位舍要读书。哎，今朝已经是举额抽举，颂扬家族，当然的希望里这两位舍要做文章，刚才拿到心里。哟，两位公子。有啊！到上！阿弟，我命你们各做文章一篇。大公子32来，二公子啊，妻子好合。倘若你们文章完篇，为则罢了；说不将就啊，小人一去，各凭相宜。娘毛东吹个大兄弟，一本正经们享受于高兴。呀，用啊！啦的难不要说呢。安听你呀，那背着你也做文章。娘你做文章。我对面搿几个不清爽嘴。啦的呀！阿弟，我是疙瘩清爽，疙瘩
挂了，哟哦，你个多头，叶兄啊，那奴得要问啥呢去？咋啥？你是天下西高的人，洞里里也是有文章的。啊，你那个到底？插天，是自如山雨关。哦，有的。哎，那么奴得你弟兄杨高的，洞里里也有文章。当然啊，还有。还有吧？哎，啊，咦，那么奴得不懂着吧？那天下西高的人，洞里里有只文章嘛，做得吃的。哎。弄得你弟兄养高的洞里的文章，中不吃给你。哦，那你呀，刚来你呀，发现我拉去。插题。我晓得吧？你晓得？哎，那么你讲呀？大爷，你这个文章嘛，说那个头上咕噜的呀，困上谁呀？你在做心灵呀？哎，叶兄啊。哎。那么你还有办法让文章吃叶？对。明白？对。哎，这里有办法。啥办法？哎，弄得我西天上地里，去叫一根长的个铁轨机。啊？那么叶兄啊，你也门板要困我也哟。几部分也张开。这里弄个铁轨机，往这里腰穷的几步里，这个捉进去，弄文章，哼，抓出来，阿姐，文章分出来，头上晒出来呀！完来，那么你还有办法？啥个？记住你个文章困上了海嘛，你来读书。读书？哎，咋的呀？也读得像。像的。哎，咋的呀？读那个文章听几字嘛，心就来哟。我干主一张。哎。那么想啥人了害我啊？娘的自个嘛，玲珑，摆出来呀！也就你讲的耶。我前门开了嘿哟。那么咱来试试不着。来可啊。怎么样啊？贝贝鸡嘴，最后鸡嘴，一做女春季哈句。来做啥？叶兄啊，哎，文章分出耶，谁容得谁吃耶？倒闭我的耶，倒闭我。喂，好，你放多少？把那些什么，我外从那里说白语。嘛，为是文章不办法。再来看啊！怎么也啊？来啊！贝贝鸡嘴最后鸡嘴，一年做女，到底我呀，到底我读出来这样。呀，兄啊！哪地方来说啥才真呀？你个办法不行。哪不能？东西我的耶。那我也有一个办法。啥办法？百家有恶。娘里到希望给你去补肥菜。为啥？你的补啊？哦。今家个肥菜呀，一个你搞些个都。你弟兄养高的呀，都吃的肥菜下去。吃的耶，头上菠萝堆里一长的耶，是。那么个文章登了一箱，开始看的耶，能死的吧？那么多个文章，啥菜哟？那你难聪明的了。根本都有别讲。干嘛难关注？哪位啊？来。啊有啊。海公子。别讲的。但希望给你去补肥菜。这个既然。今这个肥菜，你也高你高些个都。你弟兄养高的东吃的肥菜下去，一路文章杀出耶。说得出也好个，文章嘛那杀得出来。
哎，还有公子啊，急，西京使官为啥在？吃奴才。哎呀，人家急，这我起码也是时候啊，请来吃，好不费心。这个，哎呦，凶得嘞，要弄我看着，这也想么受着。上头这个听得哇啦哇啦读书，不能都插在了头脑子上长着，还是去补废财吧。既然谁子们先生去了，啊，下去。当然脑子在空位部嘛离开希望，望进小希望呢。现在追到个白龙里呀，倒是心事重重。唉，想想我倒是华相府个第二角色，那个春香微分半个头个，不知道啥辰光嘛好大的成功。再对自家心里想着肥婆毛毛，搿不知道到啥辰光嘛我搿只肥婆还不补着。唉，补啊补啊，想你怎会到了我的手中？唉。我是金山明日不为必居后山投家不要我爱风流，去将风流散，一场中西一句。恨中门，走个了雷家楼，内记七斗没事。十指望玉翠狗们两下神离离，我们山东不来周家有。好是闷混混白龙对他嘴，哎呀气！哎，我个人随时个地方啊，有只心思面孔上会得露出来的，那些把阿哥兄弟都看见谁来问我，哎呀，都生知己。哎，还是让我弄点小米用出来。待我伯父
受用西湖手。一路过来呀，识得给他写字吗？将军这辰光美质，不知十里家家的咸菜啊！嘿，俺说好个嘞。十里迢迢是一家美话，今朝的咸菜得谁说个子？现在一盆一盆都过来嘛，忙正叔叔的想抱进去。谁等我的上子中吃中的辰光一到，阿哥兄弟多，谁要来帮着？今朝的十里是打扮得漂亮哦，西巴没个西红的咯。西巴的皮肤没黑个头发，西红的衣裳滴落地上，擦一道走。本来是你不打扮的，谁是为这个下颚呀？哎，听见声音，与你郎进来，回过身来一望，姐姐，哎呀，虎兄弟呀，姐姐，上你呀！是我啊，谢弟遇你了。别客气，我那里为你哎呀，在。不给当的。哎呀，你咋背部？哎，说台背上抱一抱娘。眼睛拿着背部，往正背浪向一放。虎兄弟呀，姐姐，现在辰光为在了呀。是的，你那这刚再谁来着？姐姐欲手不决。方才我命两位公子做文章，哦，哪里知晓他们文章做不出呀？明兄弟前来都拿去一些饭菜，他们一讲都吃些饭菜下去啊，也几分子香味。哦，三哥，两个多的文章做不出，嘿，为啥你来搬饭菜？嗯，你都两高的都吃的饭菜下去，也想弄文章杀出来呀？是啊。也是个嘞，这文章嘛，那杀得出脚。哎呀，他们是这样讲的。那么你都是多对呀？啊，你还相信个？啊，我看你呀，哎，嘎子多的一个蛋，嗯，口罩子的读起了身浪喂。弟弟谢谢了呀。你自个也吃过了家？兄弟为非常有够。哦，分吃的啦。哎，是吧？稍微等一些。哦，十里已经过来，从宿舍里向都几盆咸菜，台子上一摆，再拿出来一瓶水，一只杯子，一张碗，桶上上灯，台子边上摆一摆。各位兄弟呀，姐姐，来，哦，请坐。好的。当人已经过来，忙正上灯浪向一揉。十里忙着你逼啦，一揉。哎呀，哎，这个，咦，姐姐呀，你在做啥子啊？这不方便的，不方便的呀。你说不方便讲？哦，你咋把人家口气一讲啊是啦？是啊。是眼睛的呀。啊可怎么有啥个道理呢？这来跟我讲的好话，怎样？既守得正，立得稳，哎哪怕后上施工，个背灯。搿对的是对的，守得正，立得正嘛，大家老老实实。哎，那么既如此，兄弟谁该受了？什么子话？重新过来，上灯让身体受定。手里打的带还一杯水。我兄弟呀，姐姐，你尝尝看。啊，搿来这个味道，阿玲。当然是分工的。这杯端起来嘛，真正名字一点点尝尝味道呀。味道阿玲家。甚好。阿是蛮灵个。搿个嘴嘛，是来套套啥的那个呀？哦，那么我自家不晓得吃，哎，我再扛下来，上不你吃的呀？哎呀，走醉。哎呀，别客气喂，我答你嘛。真呀？自家人喂。一些对自家人的。哎，再看呀。咸菜吃呀。好的。眼睛快拿起来，也是记住一点点，忙成几把了，一抬。阿姨，你那这个吃的你细细的嘞。我吃的呀。都吃的呀。啊。你别客气哦。啊。
你当我客气吗？啊，我也动气。不会的，不会的呀。我吃的，吃的。哎呀啊，吃你呀！吃的呀哎？呦，我也怕你为人了。哎别辈子我们煎给你吃。啊，你也客气都不吃你个嘛？那一个嘛，白菜鸡，哦那一个嘛，哦这样哦啊，哎你们火腿、哎花叶、薄饼、肉丝，你吃呀，吃呀，太肚子呀！搿十里家嘛真个好听，谁想上我？老实说，这个菜侪是想要讨个底菜啊！你烤鱼下来炸，才上拨我吃的。一进来太热闹嘛，总归觉着有点难为情了，故意不去。姐姐呀，哎，三弟我有太热了。这眼睛的呀。姐姐呀！姐姐，别客气，哦，多吃点，好的，慢慢接吃，辰光会再了呀。好啊。你看时光为上在，未必非人山中生。你太太却妹妹只因期待用的心。你别客气，多吃点。好啊，五兄弟呀，姐姐，实在嘛，我已经想到你刚刚的呀。好啊，那么有辰光你来煲饭菜，嗯，辰光特急出色，是的，你煲子是一只一个。嗯，那么我自家呢，一山三菜，还没功夫让你带带。是啊，今朝吃得来，啊，辰光会再了呀。是的，我得你带带刚刚，你看那哈，姐姐呀，这大神态呀，真的。嘿嘿，那哎，我听你呀，嗯讲闲话个口音，嗯，有点像苏州人话。是啊，三弟嘛，乃是高手神呀，真的？哎，哎呀，吃是吃的嘞。确是什么呀？我还是苏州人呀。哦，与我但是同乡。咦，同乡哇？好的。借他乡遇故知。嗯，那是跟你讲的噻。是啊。跟你苏州吃了啥大货个家？哦呦，大伙倒不能说早。三弟嘛，现在常归为山场上，哦，
地面龙口居斗18头西山大王土地家中居士。哎呀，妾是妾的嘞。哎，你那也妾子呢？妾是什么呀？我还是死了3当啷个呀？哦，我死了蛮高级的。哦，哎，那你金香菱哇？哎呀，我分晓得哇。哦，好啊。哎呦，真的妾的呀？好的好的。你今年阿姨几岁了？小弟今年嘛18岁。哎呦，妾是妾的嘞。哎呀，妾子呢？妾是什么呀？我还是18岁呀。哎呦，与我的是同龄。懂你哇？谢谢了。你几时养个家？小弟嘛3月10日自己生的。哎呦，妾是妾的嘞。跟那也妾子呢？跟妾是什么？我还是3月14日自己养个呀。哦。啥子讲妾法子啊？啊，看样子，当你一只手上来个哇？这不知啥个肉啊？昂肉了还是夸肉啊？分清楚啊？哦，好啊。哎呦，真的有文的呀！哎，好的好的。哎，我兄弟呀，真呀？我看你进来，像是睡着哇。是睡着。哪位嘛？你是服侍个2个头对个就辛苦，丁丁之言嘛，有心事，让老师养吹下，那么也放当你是吹的。姐姐呀，真小弟在希望中侍奉2位公子，十分的辛苦啊。狗儿啊，谢了呀。对的。哎，这2个读书吹的，这就难服侍的嘞，事业辛苦，事业睡着呀。哥们，你看看我呀。啊？我进来是睡的了，还是长的家？实在没长子哦，不是讲，十字里长子里要服务性质。姐姐呀，我看你们，哎呀，睡了呀，那是我睡着啊。睡了。你们当我说的真心的，可是我是睡着呀。睡了。不像个豆豉房里喂。哦。这2个杀气的，通来动，腾荡为师，上夜背上红结冲上挂结账，杀的这个气气的，谁说我壮着呀？是呀，引起的是你睡呀，十字里长我2个文字来哇。姐姐呀，你睡了？几岁？几岁的多了？睡的肚子。你对我真的还给。哥们，你阿晓得我？哪位睡的家？这个我小弟说不晓得了。说你不晓得讲？那是我不睡他给。哦，二兄弟呀，姐姐，我想下噻。真呀？我看你呀，出精精，你上脚啊，跟我觉得一样是。哎呦，哪有来在我搿上夹着你？哎呀，姐姐呀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我买，啥走？买豆豆，这个好呀，当你做是双好子呀。我那块有这个酒店，我摆孩子送到你房间里向去。那么事先你付了海。我是放了你床上的。你还路上？上个上好子是你手里，就会做给我讲。哎呀，我弄错在，我为当时其他阿哥兄弟的帽子啊，继承了我给他个嘞。那么我拿上给那，要打你手起一声。姐姐啊，我是哪说的呀？哪说的？哪说的？哥们，你啊扎扎口家。哎呀，分招啊，不来讲，说是分招这里有动气在。姐姐啊，小弟已经抽够了。抽够子啊？哥们，有点香味。不香。不香。那是真他肚子哇。我要不能别杀着我咋问他们我哪晓得呢？一点儿也不大。说东说西的确真好。哎呀呀，你看我个眼里，哎呀黑着。你眼睛瞎给我咋分
啥呀？哎，这既然好啊！哎呀，我是满肚肚这个好呀，这都不是自己真干，给我让我看看啊，真干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你要骗我玩？这个，你跟着玩？哦哟，巨无不离当面说出呀！啊，姐姐呀，许也懂了，许也懂了。那相府归谋呀，我们童儿实际不能出一儿，要出一毛头的修儿呀。哦，倘若被相依看见嘛，要将我们这大的呀。哎呦，对个，我忘记脱了。你到童儿啊，有点像一只好母的一个修，不能是好子。是啊。哎呀，嗯，根本你日里不长呢，我是好子，你啥子我才讲？哎呀，对瓜，人家理发怎么啥辰光子？当然啊，动动脑筋，不然你别上着呀。哎，这个嘛。妈娘。哦，哎，姐姐啊，那小弟到了晚上安睡的时候嘛，谁想他抽起来了？哎呀呀，上你都不能说好子，困也要得啦。我也不是死人，对面咋子来上好子这个，实讲困也要得嘞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当我们说的也还对。嗯，好头里向一样的事啊，你看路上。哦，我想说了，可是有一只红色的纸板。是个呀。我是哪说的？路上干？哎，那么你打开来看看家。这大味的。真苦啊！哎，我把人家多啊，那里向放置两个铜钿。哎呀，哦，唯一两个对方啊，这两个对方我自家对了，包下来我统侪不够你的呀。你让发神经病啊！哦。那么你阿东啥个代理下？这跟我小弟谁不懂了呀？你那谁不懂个你？啊，这种呢就太开采呀。什么意思啊？铜钿放了好多里，就铜你蛋了。哎呀，对方的铜钿放了一蛋，哎，就发东西，你阿懂了，不懂讲。不懂嘛，我比毛头人着啊！哎呀，你让对我痴心实了啊，我不能说下去着，还是嘴巴开头大字结束。接下来也请大家听一则乡乡的开篇《烟台哭灵》，演唱侯家文，伴奏追山伯，掌声有请。300林中4举半行，现在把头发扎一句小节拾得2个。只听见里向一片哭声，现在个人呐喊儿子了，忙着里向10多个扑进去，两兄。
那与邻人真比做了都让神。别个做你的，我真再来个目的是要见两兄最后一面。对妹妹家对起来单手的一步，这可见领导老想过下一块果然，现在也就身上先扑到果然了一口。两腮把石匠家困了果然的一动不动，气息息，面孔上向会盖下一张黄纸。现在丝丝对着谁身上来？慌！我黄纸就掀开，盯了这面孔一看，两兄啊！
接下来也请大家来听一位诗《珍珠塔谢福记相会》。那么大家侪晓得，珍珠塔的诗啦，辅导于三哥当来演出的。今朝这个台浪向蛮难嘛，由3位演员来为你演出。里头3高头是夏雷、王梦怡、夏英。那么里头3高头呀，平常辰光侪不是说上片珍珠塔的。但是呢，夏雷、王梦怡的先生是维护玉兰诗，里头得维兰诗的珍珠。而夏英呢，平常辰光还非常欢喜唱 CD， 让群演的青年演员弹唱培训班当中，里也得带着新维军兰诗的质地搭子变样，所以里头3高头的合作肯定是相当的精彩。接下来，掌声有请。发情，中上牛发心安，但是大辈儿子进花园。刚刚听我对蔡平讲，师姑呀，你人们不来心也明白，你夫人必然是先前也改革，你先前绝对不那么只还出家做尼姑，而且见非做尼姑先想法，一定是个光老头子呀！哈？花群你听啊有这个，像我此番的乡下来是奉旨完婚啊，说现在新娘娘是个光老头们，这见我那还当皇帝干啥呢？那么这意思啊，让我打掉半个头，阿有啥求得你血压轻视，那么留下来我为细口唱。倘若你坚决出家不肯为弱，那么我还是国泰婚为周好呢。因此现在三夫妻姊妹上相会，看待阿这样个头了，嚯哟，只有才然搿点头发很上亮，那么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平的着。这个我对蔡平妈妈认得你呀，我堂堂上女还会上你屋头个当。蔡平对你妈妈耐心不害呀，骗我们让蓬莱山浪中讲戏人，所以为不那个讲事故。那么蔡平吃码头子，上午水放还2只开杯，我可不要拉在上水开杯跟去。但蔡夫子先家在湖水开杯跟去，自家马正大众一力，故意轻松，先极轻松。看了那手还不我事体在。谁来三家身不比一领，拉拉三家个水之管，大队子你们跨的门呀，为啥但是大辈3年拘禁呐？门呀，但是三家不开口，为啥不开口与大理？就为着那个三代是一言难尽，切记不会费口千心。真知拜他西普人一场大病。一月雨里，因而王本一封高信，遗憾我真定。白云屋里凄烈牛心，举娘生女两下相亲。这里举娘几节空门，清扬迷离，分露风声，人口声带不贤之名。方方句句，谁为你方寸？你呢？17岁你还无音信，崇飞襄阳最近有力。但是当辈是家是真，应该你主动讲明，红兵而来东门。现在西郊有气必病，所以几对门不出声。为国对来妈妈发亲，生日风度乃是男人，应该开口乃是结姻，发亲还不想。想想为是那个高师公一言难尽，男呀女的半言三尽，引得南国宗师相距进军，闻名闹心，绝地神明。现在乃是7上代人的名户3女绝地的夫人，我们确确立立乃是一人人。此非宋元楚国最近有灵，3是遍地拘禁客人。人灵人理嘛，还应该耐心出声。不过大家谁不想总也弄讲过？花青香，
阿爹3年来为自我家了当中确定之口对水灵之疙瘩，还真绝不容易啊！今朝见之面中也门上哈，那么这个还是让我先开始看吧。啊，姐姐，身必在在，一定是来归那佛水用神像，姐姐一下。好，打我让门孩子，结语分必答。我一想没法，你来一来嘛，弄得我不寒。要我配不你，娘不答应。要娘差子3年，我跟你家为喊过。不嘛内语一步步知，娘不爱我，我打你都有结束。想不到，今朝来个大事，看上去来夫妻一夜张差，我个的一夜咖啡。但是要不相信的大事是真，手机叫我来问一声，是啊，让我上下都是开门见山。啊，一定是姐姐相遇记，世事荒大，当前而来不得见色，如今不能这梦生活。今生奉家君之命，亲闻一地。你灵验之时，在家君家私密前，速将予以，可谓记得非。立身之根终为放却，否非为公民良子。而昔如是，此一去3年，公民良子，口水亦非兄，托姐姐之福，姐姐是非实上可是，虽不能胜，亦是非长，到一日囊中取佛，3个代代的挪出来衙门，姐姐教云得中对名，把比彩屏一听嘛，公鸭哈舌。因为看几结束，上当一出人班子接上班，分发的各追各有。你于是发怒了一问噶，我不但先将书看这2地分看见你父亲的名字，你现在讲你得中对名上牛们，还是让他哈舌，这个先将毛毛，别相信啊！先将非得不相信，我唯一当面说出来。受益的是。如今人煞月上班，并无一地大名，双友乃是江西必定呀。是啊，乡亲们乃是冒姓兵，改名的，冒名冒姓，绝对顺利。爹家想不落呀，你把我当面插出西洋镜，这样为一讲法之。满名满姓绝地人民，你分明哈神。想想别的人，你不能不得功名。至于开启功名，方能崇祯门庭，扬眉吐气。现在你分得功名，唯一10句话。3年前别的循规蹈矩的老老实实，那现在变得了鱼枪挖的，气得现家头一低门。不想，现在第一个为了是防护生来的，那么我来啊，各位，去年3年有一场大型的脸，是啊，请问常大人与什么喊去家？大人一出门，能唱出礼义礼事，写的众心的，那么帮我寄来一块。那么各位。何为贤，何为不贤家？贤乃神之根本，贤与大贤先贤，明贤女贤，大贤者明贤义，先贤者女贤义。说感情上为自家的话对的啦。那么请问各位，像日本人啊，借3年不为相，贪恰不对娘，功名与富贵，一时不思量。此种人是大贤文先贤，明贤为是女
是不对了那木偶啊，喊着那份指名单信收出的。女子中们一语相谈的呀，三偶江上举风小之力，莫来待武送军小之勇，故儿们男女都有相谈的。哎呦，这现在是一下收脱我啊，这是对呀，比起对起，娘我来说你一听。啊，故意，府上来太太口气哈水。咦，这那13头的门我娘子家，分明是让他送我一枪。放轻一下嘛，外头的4个字，家母们进来穷饥，进来穷饥。小故意，你在风来山水洗玉带，总为这些老太太，但是哈的你。那么放轻呐，拿牙子做戏呢，口口边上阿加上面孔那哈了嘿，但是的骨头亲着呀，3年得知对亲家也。哎，让那高知门的说三五，身高五对门的心情开心，不为故意。瞧，蔡平子呀，那有什么我在西山之上采月里待，但是觉得心血来潮。人知阴阳有什么？只嫌我家母亲虽被记挂于我，更为我假期相允，去访公2位，公儿只嫌母亲是好得很。你们娘这个斗对婚，也是要气是气的嘞。也叫别的，说就说你娘没狠，你阿晓得你娘为之心内天里地的孤单相养，得心内中东女的，你哭得嘞眼睛啊也哭哈特子呀。可是你为一直刚不争气，趁着顶上上都高，立起身来一追两之，但是现在不能配着亲子，大家新贵妇不能可怜郎子。今朝我来代表军娘，我来责备一番。谢家真正重要，心里想内功得绝，所以眼着眼当里滚了滚，滚了滚。哎，耶！
是多金嫩嫩嫩。
不了阿爹一非责备，父亲听得了父的使用，想想对，阿爹讲着有道理，我是不写了嘿。但是你讲我抛弃娘亲3年，我还真见不办法。那么这个话的让我从我的口中来感受不难听吧？兄，姐姐，想想的抛弃娘亲谁在，已叫出于无奈。倘若我讲了出来，恐怕姐姐以为有两小的身份。哎呀，姐姐了！咦，要当我盘吹个呀，现在气得了高山不怒起来噻。那么彩萍阿姐啊，舅舅呢帮帮忙着哇。那么还是哇，今朝正就看来听看米老板的布置呀，那么那是马的唱法。奴仆几家因于儿时口名之欧不良人，打太平抓子风谋否神，哪知晓30神没尽心得中斗心惊腾，大吃战也望我命，他把十神楼买来我一天。
接下来你来后有口语，听一位评话，三国戏为宰马谡，那么是由杨人来为你编译的。这位诗呢是由王氏两老师亲自一字一句改给了杨人。黄头花姊妹的我心血，杨人自家蛮认真，所以接下来你大家一道来听一听。掌声有请杨人。后日进行清理，还就是刘亚对登基，来让四川上的杨平贵，今朝是你的端午，家家人家侪让吃粽子，就啥有一个人非得粽子吃不上，大呼神香，诸葛亮要亲力吃的。啥人？马谡马玉山。诸葛亮上天要宰马谡，大家才晓得，马谡失家庭，虽是因为本来家庭失脱，我八位大军退回后中，几位将士血杀所然。来，是身当是奉人相之令。身当贼护矣，人上人奋斗无息，谁力两亡，立得在自己，革命棍方水，给你鬼子心，谁不在两面立好？大家对斗当郎一口，这口气斗当了当中，把个不是恶者，还是一扎手袋。宋代郎向恭贺西帝刘备之令，两只八郎，三只清香。这口气几个先生打上赌档，不，忙正宋代门前一举，礼把三把，被郎人分王四把送上来。先生木得门用，天得必把，路必太太来让笑笑必长。还就是贬低自家的意思，难晓得老人之根违背先帝遗旨，我用马谡10岁阶定，此乃两一人之构，上非能报压陛下，下却把先后将士之功，心腹累岁，亦是两一人之构，构死必赛决。个神相之，这下午宋代郎向一鼓，先生身体立起来，比郎向安坐当中，身体受定。来，是将水将马谡，披甲戴手，押上大胆。是。军老师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往这里向奔这去，快！老王门荡开。大将军，你可曾听到？我们丞相有令，把你披甲戴锁，押而上堂。杀人！李彪套上来，哗！对军李想一副嘎手套牢，砰！李彪一睡，走。猛真斗当郎向阿长，马谡打他斗当郎，心里想一人高头，可见到先生53年纪不到，看上去像60岁，实际只有48岁，身体已经与之平整。为你大吼江山，高人脑子，费尽心思，用尽心机，耗尽心血。再想想我思考，我做的啥个事体啊？福地使用，相国在上，遂将马谡可见神相，神相身体之柔，听见到声音是新郎相，真不忍心口。
但是今朝再有一面，我要好好叫看一看。马叔带起队来，马叔有罪，不敢探头，叫你带队，是不带队，恩师，啪，对得起，两道目光绑定，眼睛里像闪呢。先生，我犯下弥天大罪，是家庭死不出世。我从大子外出来是要吃的，但是分享的，你关注我一个号头，这个一个号头里向，我天天日日辣浪忏悔。我晓得熟人大错，但是先生，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几个两口懂，再要不来机会，机会已经明白。来，说送银，银具送他，打花残里流一席。马叔心里一凉，浑身一酸。啥子？先生负伤我在，不说得开。我等在你身边，足足要20年，啥个感情来？没有人不对我像伴侣一样，有两儿子的两口的。你当今就这大梁，一个上山少子龙，为一个我马叔马医生，不说得开，不说的。哼，马叔身相。是谁决定送热地？走，你把我找出来，得记录沟看看。你讲一句，你想一句，一个是啊法律的，再对两旁边忙，你都大家当我听好，都当朗响，别背心，大家要能听。甚至啊，所以将马术。奉神相之命，正式决定，在灵隐之时，神相再世定做，靠3斤水砸下大印。可恨马说这项神经司马，把大军扎在荒山之上，一早是谁决定为马说之说？给军王兵口口哀求，口跟马说一场全是内心，不听良医金求，是谁决定为马说之说？分得相国，谁西人谁君？亦是马说之说，马说谁该犯死？两旁边人在那听，记录过一个。马说啊，那个三名血是一个口浪的，你说咋对也要下来过？记录过啥？在两旁边看看，大家一道帮帮忙呢。渔民的名将，大家一道努力救下来。不样血是，马说今朝的态度特别好。大家在用根据的目光来让举先生，阿哈娘之力吧，数之力吧，先生看懂，你都爱我明白，要我眼里，今朝你的态度很好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态度只能够参考态度方面噻。你讲之不言，你思想的根源那份讲出来，你难为的是家的。我来打那个马术偷工斗落，阿德，马术相对，我只想过，我只想下落，
我那个我忘记的勾勾人人，狗塞在人。我只想我司马懿做了，因为我登了山浪向，你肯定会得上来。等到你上来，我一一当实，努力做了800人工，一统中原，我的功劳都到3人。上人想到那个讲得对，对的，不想。良在凌云之时，再谁定做？靠3斤水，撒下大业，而为红狗塞在也，而为红血以为抗。神仙，谁将马说该死？你现在晓得该死，你该死的事体多了，数大，谁知锅里想不出来一样的事，而时即开，那是哪个？上，哎呀，上一战君临上。第3法令，你不不我去，我是我肯定真水家庭稳了。第3门我失特家庭难办，我是牛力军令上，一家人家斗我之水，杀我老母之地，家支部2个儿子的第3下落来。可见到军队上，马上想到屋里想不是3个人，娘家5个儿子，4个儿子为刘备走私杀人，谁留下我一个？39岁失家的，害杀亲娘，那么整个我娘闭门不出后，好容天上来，真我现在唯一口气。好生让我举问，想过谁将马说？我家老娘年过80，体大多病，马说之所以连累老娘身心分离，于心不忍。方想过开来，谁将马说？为黑13分江山，立下这虚虚非公文上，少时老娘。诸葛亮听我这个，非但不动手，反而掉红。现在那空嘛。那2个狗狼的也不是我拉上来，是你自家拉上来，拼得了2帮比那口，小智慧，让空毛子慧，你知2个狗狼的来哈随随便便拉上来的，现在非得你要死，为要连累老娘家，经过军令上朗向，把字合适。吓得清清爽爽，但是今朝我望开一面，马说心想，说儿老母无所非非想不到，西沙真的跟娘我娘的。西沙的心地善良，妈把我救下来的，为啥呢？家支部2个儿子，好生让我再救活。一个人的便宜好是他不会的，心想，所以讲马说2个孩童你为谋生，马说之妻乃是一个善良之妻。
马叔之所以历来他们生死分离，于心不忍，方相国你在你我昔日之心，已烧死了他们吧。我的奶奶身边足足有20年，1年360日天，20年要7200日天的嘞，那日子里多吧？哦哟，你让当个人吧，你想用心动法，讲到心，你讲到心，就是你一家人家里到2可以不杀。性格样么人不低，法律问题人人平等，知法违法谁高一等？今朝我上天肯娘那娘，老娘家养5个儿子，4个儿子为女辈诛死杀人。那个娘是一个伟大的母亲，感动中国的人物，而那个妻儿还是腐狗的。刚到社会，不在妇人之身，君临上是儿之为，一概迷碎，是他呢，通通迷他。待等儿佛法之后，你杀敌够会难，不报凶险。为走去复旦东阳讲来是杀敌的，是而谁饥谁福，是乃了让给了里下娘东阳，他多几年有个不忙。马是听到个让这个眼里，都是神香。来，把马所之水记录过1斤2毫，记录过像马所，我要当你再位置。遂将马谡贪功屠戮，蓄意违抗，失守街亭，毁横门大梁，按17条斩将军令，理当即行，严明军法，以正军归大。上水身上不记得了，记得了，拉起背了让马谡的名字朗响，一个混当这打潘欧花大棒，与我战。马谡引了狼推出去，自立相为了狼推，都是神仙。才听见啊，哒一声炮响，一个鬼子手，水里响一砸，谁讲最将马谡手击战，砰！是个两个国人的眼里，在让我被马谡愤怒伤心，心头本是手语用兵，一马又可以懂得狼龙比狼几10年，是我失职，我误人子弟，不听先帝检求。天涯分别，
39岁在家里死，这个口眼哪会得比？40多个岁，把你眼皮弄花了，妈说，诸葛亮哭出声音，乱世余下，来是行，再是法，不因来而行恶，不因行而非法。既可说，风可清，此乃治国之道，兴邦之本。斗篇结束。接下来是再一位诗，一位三歌党文武相聚的一只一马上头。那么大家侪晓得，周玉瑞先生相当的有本事，那个一路追跑艺术非常的了不起。那么蒋玉瑞老师呢，还是周老先生的好生子，所以这样的还是从周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。今朝来为你演出各位诗的3位演员啦，除脱周三伯、王菲、牛三党来演出，另外还有侯家文的高门，所以精彩得不得了，让你掌声有请。后头关德府人灵有之讲，盖得一座山叫紫云山。山浪向有3个大王，大大王张龙，二大王张虎，一个妹子啊叫张桂英。今朝是8月半，紫云山个花园里向是一片静悄悄。哎，辣花房里向关哈子一个读书人，啥人呢？就是本市里向的主角龙虎伯。自从清的初期，做到山浪过回门，一直关到现在。那么龙虎伯弄不动，杀么不杀，放得还不放，跟我单独强的，到底有啥个优势呢？啥个优势呀？血海深仇，挨得的2位大王。认为自家的药随时塞了很多农家里的手里，所以今朝要拿那龙虎伯开膛破腹嘛，血杀血为。妹子张桂英晓得2个阿哥受挫，其实嘛农家里是汉人，所以自家打龙虎伯一举忠心，指定终身。今朝再叫毛特子2个阿哥要举拿龙虎伯下山。高些辰光在家亭子里向生气受尽，关在自家身边2个丫头金花银花，快点去拿个龙骨板啃得来。哎，妹子啊！哎，阿姐，快点追娘！追娘！2家的对菜出色，不到片刻，已经带着龙骨板是个小房间门口升起来的。一看，哎呀，里向没人伺候，外加一点点动静也没得，还是已经困的噻。来哟。让抬起，为本困来。到得这步时光，为不送为师到来。你为想去要饭啊？要么请来吃的。也等身旁边也是摸出来，欢快走去门口，人立了门口，对着里向喊一声：“哎，龙东山呀，还在十来着。哟，未必好神啊！呀。你的声音娘听不出啊！你姐姐身旁这个金姐姐，她是人家家呀。姐姐身边边个，不过这里那个姐姐也人高黑的，你得自家见的。有2位姐姐，一步到此，不知为了何事啊？你听孩子，你要带的都要你呀。2家天发令，3家天也拿来杀，而且开膛破腹。哎呀，不好了！你家的也去来下山，2个跟你追吧。这比谁好是好？呀，阿爹，妹子啊，姑娘，这都是2个对真的是个。哎呦，那都吓得来了，光怪追着哎。2帮我走哎，怎么把你忙着哎？一般来走哎，一般来呢，2家的忙着里比不上，走。对。
我里头的爹爹们的，哎，爹爹，龙中水呀来抓。龙姑把大金钉子看见掌柜，也没这个看见个居民菩萨一样。哟，姑爸见谢主。哟，龙生不改。是。不道是的，凡是与农家在此。听来谢主要搿句闲话，出看么龙姑爸真是国杀，定心一头半哟，东西谢主。不道是的，爹爹代理妈妈，有些辰光自家的心里想，几乎闲话也想对你说，马上就要分手。想了自家的终身没哪法担心，龙生是。将来乃事半翻身，阿为这一批我是强大三郎女子，而且你两个阿哥这个样子对呢，你阿为的悔恨在心，龙生。你他
的心思，你明白非？龙姑爸听得清清爽爽，啥意思没记得？丁中哦不能忘恩负义，再一点随着这个阿狗这样对我，别将来悔恨在心。现在世界上像那现在这样够爱够恨的能有多少？我等你托付终身，还应该也变变心情哟。现在呀。之意，心意上，我岂能低为不思？引得你相聚内生，丝绸路马，你是不义还是雷风雨？我不负那放恩风雨的不幸啦，我明心间边中上此心地拉具体我死去，所能治愈喽？把你的恩义要去必忘，与你是花开并蒂结人书啊，哟，金花银花，陆都谁呀？你们来作证，一人让我非女妻，一内送终让非王招分我妻房。各位姑爸在此，拜托两位最了。你到石头混了给，爹爹，你还听见啦？你这个爹姑你拿来做本你，哪里理我嘞？你还定心噻？哦，说，现在要是面孔啊红出来，不过听子龙姑爸哥哥一般害我们，心里想还得定心。快点追吧，辰光不在。金花银花，爹爹，别弄得马蹄枪。晓得，辅导片刻，金花侬爹爹搿只山峰把牛头头上打过来。搿只马在爹爹旁边，马头望准爹爹个锤子骨上看看。今年热，东哥，今朝你上个任务啊？爹爹70岁，在老马头拉下隆隆的，阴热，石岗大石岗多，今朝也心口难在。
是。请到外边上吗？哎呀，小姐呀，我把水母佛记之类，不能上马而赢啊！我不放肆的，啊放对大对。这个不是胆子大不大个问题啊，我不危急的呀，别讲寂寞，理智也不危急的呀。这狗们，搿搭我对你妈妈，阿拉搿个也算你狗咬的，当时讲比较个讲，鸡毛都不够，对你屁股软软，尾巴花花，硬硬肉，难平心，上来呀！打出钉子，打出的毛根子一口嘛，我这毛干的啦，要我拿上去。姐姐，考虑灯儿啊！哎呀，把你提不起来吧！你那灯笼啥人起码一提起子了嘞？这够嘛？你看呀，有马的灯的呀！哦，对，就混特个子，打灯的第一点嘛水还上去，对，那不要紧摆过来带出的毛根子，加打灯里向一点水安间浪向炸了，也想滑上去嘛，不晓得搿个还有够切劲，花子5-6趟的。也想滑得上去哦，都上这样的嘞，搿读书人那这个不用上的，马背都滑不上。但是讲弄下去不就弄得少辰光哇？这个，还是我来帮帮你个忙吧。金花过来，起200岁，忙着龙骨把个屁股上打，龙大帅呀，当心点上去呀！砰！等如果他轻松不是，飞身上马被安吉良手来嘛？哎呀，上来了。那把灯里向点一点。哦。那我家人倒一倒。啊，是。那你哪看的啦？啊。背得我听听说呀。听啥？我听不到哪里呀。哦哟，今日俺不该。来，那马鞭子拿哈。啊，晓得，打。马鞭子拿到水，送来份拿。这个包了啥拿回来？我搿个不是样个，大个贴对个噻。这口几个马队刚送2份2斗10来，是吧？过了马队浪，忙着马队浪向一个，大个姜太公点5个人牛仔上钩呀。搿只马一看少个来比赛就好。这个鱼骨气这个，让眼睛们的晃得2个马眼睛个对起的呀。哎呀，西瓜我今朝把那个菜叫啊！姐姐呀，我喊了呀。喊啥子？是啊。那么你来试试看啊。晓得。啥？我的下回让抓来，真想到里对着这个球子。这个球咋不打个了？心脏被要吓出来个是了。哎呀，下来了！别叫了，那镜子里向看得蛮清爽。哎呀，搿读书人一点点不来。本来我在想得蛮好。娘来骑到马背上，我手碰上抢了那半半无奈。那么那龙八你一动南京门，这个当然一马上到，对，打出钉子，金花银花，姐姐啊，从龙身下吗？晓得，再下来吧，这是在。这意思啊，我个真个太对啊！再要打过来，大门门前，往这上头砰！一出门落下来，身体安全里向受稳。太对了！实际难看个女人的扑一来上去着，我的作业一脖子起来了，真难为人啊！那么搿里向也是听上着，来这个马鞍前，马头一只舞，2头牵起来，当中凹下去，那么一个人的身体走了里向真好。再这样想，今朝搿道马鞍前背一只我的身体。等这些2个阿哥追上来，做心要同时交锋，所以我的身体被也受杀的。你呢？这还受了马屁股浪子。金花银花，姐姐啊，谁知阴不逢龙身上吗？晓得。龙大帅呀，你个身体不走起啊？随便吧，到了身体不走来，半身带马屁股一来。对啊，妹子啊，怎么今天来走啊？呀2高头一走一远，70岁忙着龙骨把嘎啦子给我一踩，另外一个手马上那个胖微微的一砸，1、2、3，砰！
龙骨把这个骆驼的美干付出啥事情吧？姐姐呀，你们做什么啊？大脸？大脸哪里呀？哎呀，你在这马背上的呀？哦，上了马背里。哦。哎呀，别说起呢。这马队你？马队没得让你后头哎。啊？马队到后头去噻？哎呀，也喊了我真机啊，不会带出来机呀？对外过去一看，哦。到现在一只马让两高的背看背，哎呦不来！现在那个身体啦，欧家的我那马屁股啦，个马屁股挖的呀！现在不动单分来了，等这些马一开趟忙正门子，砰一抽，我别马屁股上挖下去噶，也想受不得啥子地么那个马屁股上想恭送恭送，不停不热。搿只马也想不落呀！对于毛毛，你已经属于车载，你得当我草坪底的呀！搿三只要懂改，咋不是讲马屁股浪向滑下去？搿是还有办法。龙生是杨南之中带儿拿来？明白，请示到高来收过去带儿来你呀。当的大水里一并双手举起，是啪，往后头一挥，落下来时切在龙骨把眼眼里，辣辣门前当下一个接。哎，那么灵在，啥地么打个欧瑞大浪时切佛来，哎，而且到现在背靠背。背靠着背，坐在马背上，听听音乐，聊聊愿望。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你会唱得落来，顶面结怪在嘴巴拿起来嘛，往这马屁股上啪！一马上头，单子结束。嗨，各种阿姨207高声以后播放结束者，看子高音呢，内少观众可以上面其屏幕下的一个二维码，搞成这个官方公众号来登记建立。嗨，我刚刚同一辰光，你再会。